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徛这个所在非常的快乐，虽然每礼拜拢真快乐，但是今日特别快乐，因为咧，咱今日咧当中有对美国转来咱的贤伉俪保金贤伉俪，搁有咱台湾头请坐台湾头兄弟姊妹以外，咱大家等兄弟姊妹，搁有台湾妹，以台东来甲我共姓阮的同学啦李明湖牧师甲师母贤伉俪请问你敢听有台语？听有无？安尼我袂使，我爱好讲咧，今日有咧考试拍温爽兄弟姊妹，咱每礼拜当主金三甲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实在是美好的一件事啦尤其昨昏毋知有休困无大家拢有休困啊，无咧上班的人拢休困有上班的人搁有连续假期我昨昏食了块饼，非常的特别，毋捌食过。当然已经几啊年人已经出殡几啊年但是昨昏有一个姊妹我甲咱兄弟姊妹昨昏虽然是休困，但是嘛搁咧服侍啦服侍咱的团契去淡江农场遐有一个迄个烤肉搁起战安尼有一个姊妹送我一块饼，迄块饼我本来来讲来甲加落去，无感觉安怎，但是讲牧师，即块饼有特别义美买一块饼，顶家甲讲你捌一个台湾安尼啦，毋捌有人食过无啦？就说明讲为啥有即块饼啦当然是限时限量供应刚你228这个当中才有你卖的啦我就听伊安尼解说讲伊嘛听了讲牧师甲回应讲牧师嘛真重视咱的上帝是主爱的上帝，但是咱的上帝有另外一面，伊嘛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伊昨甲分享到讲上帝国当中咱安怎来当甲上帝公义会当实行出来昨嘛真美好的一天啦今日礼拜大家小少讲，昨昏有参加团契，今日还佫会记得转来做礼拜之前佫更改拢无参加到好，感谢主今日通过保罗短短即句话要甲大家来分享讲证明实在是毋知影要哪证明啦咱拄李老师讲，今日题目是上帝恩惠的福音啦要咱来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呢？因为咧过年前拄杰西的妈妈因邀请讲是毋是有机会去因兜探访杰西的爸爸啦，就是4位的翁婿为虾米呢？因为咱所有伊最近来咱台语堂听到即个上帝的福音，慢慢有感动嘛咧上即个真理课，嘛愿意慢慢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伊个人的救主甲一生的主人伊嘛望讲伊的翁婿嘛有安尼福气当听到感谢主，李老师伊嘛就有即个负担，讲原来按算讲要甲牧师同齐因为更改甲李老师出去，伊就讲要传福音，叫伊马上信主，无论是第一届去还是第几届去，拢有即个使命啦李老师嘛就按算讲我甲伊约时间，约好要去甲伊载但是正前一暗竟然听到消息讲因兜毋是迄个电梯大楼住3楼实在对李老师较辛苦一点后来伊讲无法度去有遐小可笑，但是嘛，甲牧师望讲牧师安尼单枪匹马去嘛是爱甲这福音完成啦但是感谢主啦有咱即个琪就有听心陪伴即个杰西伫因兜咧等我安尼我就伊过年前安排一天去因兜探访去因兜探访因兜应该毋是过年才摒扫啦，普通时间应该就遮尔清气啦迄听甲咱这差不多大无啦，无遮大啦但是真正厝真清气，但是
足明显，你去到拍门，你去到看到3仙儿因迄个生命道顶面啦吼，啊男主人还袂出来，你房间慢慢行出来，我就祈祷上帝讲哇，啊你老师无甲我当这去，是要哪甲福音传落即个杰西的爸爸。当然第一届去嘛，开喙就要叫人过介信耶稣嘛，吼，当然是安尼，叫挨杀一个吼，啊小安尼自我介绍者，啊互相认识者，了解伊吼过去吼故乡安怎哦，听讲是婚姻人吼，啊就开始以婚姻讲起，讲到讲啊尾安尼慢慢讲到迄3仙到底是为什么厝的即3仙？啊现在要安怎讲福音啦，吼。啊，一届去就要讲吗？还是安怎？哦，啊，有人讲有关系就无关系，无关系就有关系吼。啊，无关系是要安怎甲人讲，叫人来认识耶稣，吼，来信靠耶稣。我就想到讲啊，耶稣伊咧讲天国的譬喻的当中啊，你马太福音嘛，今日拢无讲到这吼。你马太福音伊有讲过。天国的譬如讲过几样譬如啦，我今日讲伊讲的2个譬如啦。伊连马太福音13章遮，伊讲啥物譬如？伊讲天国啊，亲像宝贝藏伫园里吼，有人即个找着呢，哦，该扛起来哦，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即区园哦，可能知影讲即区园拄啊要卖。吼，甲人咧卖厝共款，一张单打出来，我要出售吼。啊，即块地可能咧卖，但是。迄地主人毋知影讲，哇！即块地有真值钱啦，吼啊！即个人哦，伊煞发现啦，哦啊，敢若讲较早迄个美国德州啊，无石油的时阵，毋是无石油啦，无人知影有石油的时阵，遐个人拢同啥？拢咧饲牛的、饲羊的，对无？迄落迄叫做口宝的，对无？哦，迄土地真俗就卖啦，对毋对？但是后来有人发现讲，哦，迄下口有啥物？甲中东共款的吼，有乌金的吼，哇，迄地就安怎？袂使一瓶凊彩卖几百几千，你卖啊，一瓶拢算啊啦。吼，我毋知影早安怎啦吼。我即摆咧讲的意思讲，你也无知影讲土里内底有宝贝的时阵，敢若发草发树啊，种水果种菜即条啊，哦，无啥物值钱的土地。哦，啊，耶稣安尼做一个，比如讲，天国就亲像宝贝啊，藏伫园内底。啊，问题是，咱是捌下啊，毋捌下啦。哦，毋捌下凊彩残残啊吼卖出去。哦，啊捌下就安怎？小小啊卖。哦，小小啊少少卖是安尼，真珍惜你卖啦，毋甘卖啦，后要丢悬价你卖啦。啊，福音如果无人会知影讲，哇！咱这福音遮尔好，你讲破嘴嘛无效，对毋对？吼、啊！耶稣讲，佫继续一个，比如讲啊，天国嘛，亲像一个生理人啊，哦，在找水的珍珠啊，伊一粒找着一个哇，一粒真值钱的珍珠啊，就去卖一切的来买吼，迄粒珍珠，哦，偏偏是珍珠。哦，好珍珠甲无好的珍珠，值钱甲无值钱就差真济啊！哦，选少嘛共款，哦，物件嘛共款。敢若讲，最近 iPhone 要出，要毋是Apple 要出一个啥物较俗的笔电。伊讲哦，虽然较俗，但是真侪功能拢摕了啦。哦，虽然较俗，但是伊的功能效能就无遐好。哦，啊，你要较侪功能的，但是你著爱付较侪代价，吼。所以呢，即个珍珠遮尔啊有值钱，所以呢，你一寡无值钱的吼，去甲伊吼捡的去买，无定佫买袂起即粒的，吼。但是耶稣用安尼的譬例来讲，天国就是亲像遮尔啊好的宝贝。但是有阵时咱咧甲人讲福音吼，啊，虽然我嘛强要退休的人啊，甲即马传福音嘛，毋知影要安怎讲。一讲人就听啦，一讲人就信啦，哦，啊，实在是能力智慧实在是真有限，哦，所以迄天呢，哦，甲杰西的爸爸实在是无吼，一气刀就压出来，剑就压出来，留了牌就无啦，哦，结果嘛无叫伊信耶稣啦，因为其实讲到尾啊，小可安尼有安尼，小可磕着吼，因老爸就讲啊，这吼。
你信你会尊重查某囝太太去信啊，莫叫我信安尼啦，吼啊，我著留下伏笔啦，无第二届后来机会啊，吼啊，就安尼吼，画下句点吼，该再见吼，后会有期。落到楼骹吼，杰西，我本来要走的，竟然讲要甲牧师讲一句话呢。其实你会记伊讲啥？伊讲我要去迄天的进前啊，杰西做面盲啊，面盲讲因兜迄三仙吼，这有录音吗？哎，讲出来敢好？好啊，妈妈好。因兜迄三仙讲互剁头啦。我听了是心内阿免啦吼。但是呢，我讲啊，甲杰西讲啊，种话吼爱讲有信心的人听。你讲互无信心的人听吼，可能会反效果。我讲你放在心内，人讲这件代志啊，成就你来做见证。吼，所以呢，我就今日啊，经过因为过年嘛吼，所以今日要借着这个时间，甲兄弟姊妹咱来共同来分享。传福音毋是干那牧师的责任哦，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责任哦。吼，啊，要安怎来证明讲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是值得每个人来明白、来相信、来倚靠的？啊，要安怎来证明？有当时吼，证明嘛无效呢。哦，但是我今日是用圣经的即句话来讲证明吼，因为保罗伊安尼讲嘛吼，伊今日都读的即句话讲，哦，毋过啊，为着吼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哦，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为什么一开始伊讲毋过呢？我见解做 PPT 敢拢白做的吼，要听以下进前咱兄弟姊妹想法嘛者吼，传福音对你来讲是简单无简单，有容易也无容易。有人讲敢若倒顶年柑，吼，清清菜菜就会使吼，但是对于牧师来讲，实在是真艰难的一件代志。若无上帝的帮赞，也无圣神的帮赞，实在是无法度吼。啊，咱安怎来证明？我拄仔讲，吼，咱今日通过《使徒行传》拄仔所读的即句话，一开始保罗讲毋过啊，吼，毋过，啥物叫毋过？因为啊，伊传福音第三届的时阵，伊要转去耶路撒冷进前，伊有一寡即个有人奉献要救灾吼。会互要带转耶路撒，但是你沿路当中有人甲伊讲，你即届毋通转去啊，有危险嘛，吼，生命可能会会危险。但是保罗伊犹原定义毋惊就是要转去耶路撒冷。伊佫望讲，即桩完成了后，佫会当佫继续第四桩的福音的即个旅行吼。所以呢，伊就伫即个米利都啊。召集一寡伊为所来一寡长老教会一寡同工甲因安尼分享，勉励讲伊过去是安怎咧服侍上帝勉励因共同伫即个信仰当中，咱大家好好来坚持，好好来传扬伊虽然讲遐，伊又讲毋过虽然要转去耶路撒冷有危险，但是毋过伊安怎伊犹原啦，我今日用国语来讲啦较好讲，伊讲我却无以性命为念嘛，也无看做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我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为什么安尼讲？伊最后讲，伊讲要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咱知影保罗写圣经的新约内底有13封的这个书信是伊所写的咱也知影保罗伊会当写这个书信当中，其中罗马书啦，还是加拉太书啊，特别讲到哇，这个信仰因信称义，伊会当讲是一个神学家呢，真够讲呢。但是今日要讲的，毋是你讲伊安怎讲神学，刚才今日大堂岳牧师是讲罗马书今日个题目叫做
生意咱搁愈来愈后来会当去兴盛吼。但是我今日要用使徒行传即句话来看保罗的两方面，来有一个平衡啊。保罗不只会晓讲拗讲，当然牧师是不如伊啦吼。但是保罗今日通过伊即句话，短咱来看伊所写的批信当中，伊所讲到的家己是安怎你为主来拍拼，甲这福音会当去传扬来证明。伊安怎证明的？毋是敢出一支喙你证明你讲咱今日来通过短即节的经文来使用第一呢。保罗我拄仔有读到讲，伊无以伊的家己的性命为念啦，嘛无甲伊看做宝贵。咱小停一下，小想一下，保罗为什么伊会安尼？咱咧读福音书的时阵，耶稣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安怎讲呢？耶稣安怎讲？咧即个马太福音第10章39节，咱大家来读好无？为着我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这是耶稣对要军队伊的人讲的要来军队耶稣超侪耶稣的人，真侪人拢是为了啥物？为了家己的无共款的各种的需要，对毋对？耶稣毋是干那安尼讲尔啊，伊嘛真侪时阵讲真侪要对伊的人安怎，其中有一届伊安尼讲。要得到家己性命的，要得到家己性命，应该是我破病，我看医生，我得到好啊。但是伊竟然讲你要得到家己性命的人，结果却是会丧失性命。反倒转讲，你看无家己为家己失丧家己的性命的，有头着安尼的即个心的人，反倒你会得到性命。即句话有人写无经过解说，有人写咱袂我都去理解。今日我无要解说即句话。但是，咱思想一下，保罗伊对即句话伊的明白是啥物？如果伊无对即句话有迄个精髓的明白，伊绝对袂讲伊家讲我无以性命为念嘛，嘛袂看做宝贵啊！伊较早家己当咧自豪骄傲的啊，因为伊已经愈来愈明白耶稣基督，伊佫继续去追求会当佫较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因为伊知影耶稣基督是啥物？是宝贝，亲像拄仔耶稣讲的，天国比如迄个宝贝共款。所以伊较早当作宝的，拢甲当作粪扫。即摆耶稣别人当作是无效的无介意的、无爱的。保罗却是安怎？非常的珍惜，不断咧追求。伊写批信当中嘛讲。希望每个人会当更加真正来明白这个上帝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伊明白耶稣基督，伊也了解耶稣基督对要军队伊人的价值，伊体会到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所以伊同款领受上帝予伊的这个使命以后，伊就开始甲家己的性命交上帝。所以你加拉太书伊嘛安尼讲，我即马活掉的。无搁再是我家己啊，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内底活。为什么？因为伊知影这个主疼伊，疼甲甘愿，不只为伊，为咱世间人牺牲死于十字架顶，所以伊愿意来回应上帝予伊的疼，所以伊用安尼来回报上帝予伊的恩典。今日即句话讲，伊为什么？无以家己的性命为念，嘛无看做宝贝。伊只爱要创啥？伊只爱伊讲伊要行完伊人生的路程。我来加两字，伊是非常的忠心伊的人生上半场甲下半场是无共款。有人讲人我毋知即马是几岁啦。较早我看一本册讲，人生的上半场。是45岁进前，人生的下半场是45岁以后。在座的你即马是人生的上半场还是下半场？不管是你拍篮球还是拍棒球，拍啥物球
上半场赢无代表下半场，也是上尾啊结果你会赢，对毋对？哦，有当时啊，即个球类比赛精彩就是安怎？哇，看到尾啊，敢若较早踢骹球几年前的迄个世界杯，哦安尼，拍到尾啊，一直踢迄个啥物迄个12码安尼吼，安尼比来比去迄个，哇，足大家安尼看啊足紧张的吼，足好看，对毋对？啊，总是最后嘛有一个结果出来啦。哦，但是头海拢无准算啦。哦，上尾啊，迄才是结果。哦，所以呢，兄弟姊妹，保罗伊讲只爱要行完伊的路程，伊还未信主之前，伊是掠基督徒的哦。你撇开基督徒的哦，对杀基督徒的哦。但是伊信主以后，伊却是安怎？伊家己变做基督徒，啊，搁你反倒转，你传伊所明白的耶稣，呼召伊的耶稣。哦，伊讲伊的一生啊，就是安尼，你要来完成啊。啊，讲安尼无法度去体会，我用伊曾经伊批信当中的一句话来明白讲伊是安怎吼，你行伊这人生的路程，信仰传福音，上帝予伊的使命的路程。伫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吼，24节后壁遮安尼，咱来小可想者吼，如果是你敢会堪呢？吼，这虽然一段话，但是是非常诶。真多的这个经历哦。第一，伊安怎讲？伊五遍互犹太人鞭拍5遍哦，吼啊拍是一遍是40个减一个，为什么减一个？你若超过40个拍毋着，加出来迄就出代志啊！所以要拍的人拢会减一个。啊，拍5遍，一遍你就袂不得了啊！你知影无？哦，啊拍落去你皮会安怎？嘿。毋知安怎形容吼？你看过迄个受难记无？我第一届看受难记看袂落呢，啊，佮定咧每年受难记拢咧播受难记，我都无去看。吼，当然迄是电影啦吼，但是真实咧。吼，保罗伊讲伊是真实，是5遍互犹太人鞭拍啊。过来呢，伊3遍啊，互罗马人用棍仔讲呢，棍仔讲。我小学的时阵吼做班长哦，啊考试拢考90几分啦，吼啊有当时啊考100分吼，但是啊，你后一届比前一届啊分数降低1分就拍一个。有一届吼我比顶一届嘛考90几分啦，但是互阮老师行啊你比头前就甲你扣落去哦，啊还无及格，老师讲佮包容家长呢，啊我确实。迄届安尼，老师拍一个吼，足见效的。讲啊，我分数佫考上悬的，啊，佫遮尔啊悬分，啊，老师拍过来迄是安怎？你退步。我讲我歹做班长嘛。啊，小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到即马还袂医治好呢吼。保罗啊，互罗马人用棍仔讲呢，兄弟姊妹。你愿意为福音安尼互安尼犹太人鞭拍罗马人，甲你安尼讲吗？啊，佫毋是安尼呢？伊讲一遍互人用石头安怎？钉哦，钳啊弹，拢会使啦吼。啊，即句话即个是安怎？钉，哟。过来3遍拄着准破。一遍你就食袂打，你啊坐铁打呢，你就无第2遍的机会啊，敢毋对？你3遍呢，吼，啊，过来一遍伫海里安怎？哦，漂流1暝1日呢，哦，我无拄着鲨鱼，啊，过来伫旅行中啊，我拄着大水的危险，啊，个抢劫的危险。犹太同胞甲外邦人的陷害，哦，别人陷害就无要紧，佫咱亲近的人甲咱陷害，啊个嘛有城市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甲假兄弟的危险，包括随时拢有危险嘛啦吼，甲什么道路拢共款有危险。好，过来呢，我落落拖磨，常常无困，哦，腰饿嘴焦，无通食。无通大，无通清，
其他的代志免讲啊，应该阁有一寡无记载吼。敢若逐日为着所有教会挂入一间教业啊，哇，这是保罗啦。啊，牧师实在自叹不如啦，昨个休假，佮教人去烤肉。兄弟姊妹，保罗伊安怎？伊无以性命威廉无看做宝贝，伊一心一意安怎？为了上帝国的福音，为了别人会当得救，伊竟然经历这。兄弟姊妹，你亲自甲答，你经历啥？李老师后盖你要去爬楼梯吼，4楼你爱穿，无要紧啊！即马科技进步有迄落，除了铁鞋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敢若钢铁的迄种吼，迄种的，即种硬有啊吼。李老师来找看卖，明工吼，10楼咱嘛甲爬去好无？兄弟姊妹，感谢主啊！我即届去杰森爸爸遐吼，无人。货到笨到车笨，迄怎讲？迄个形容吼。我第一届新学生的时阵啊，1年的时阵啊，你家人啊，甲即个瑞芳中啊山顶较早是乌矿的即个矿天的一个所在，去探访一个家庭，迄个孙仔的阿公讲，叫我莫去因兜啦，真正是摕粪斗要甲我讲出去，莫来啦安尼。加在无人等使吼，兄弟姐妹啊，当然我这拢是小 case 啦无啥物危险啦但是咱会想讲，保罗伊一心一意，伊忠心要行完伊人生的即个路程，伊的人生的下半场，为主咧跑走今日的经文佫继续安怎讲？继续讲。哇！伊为什么安尼？伊要成就伊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为什么伊会无看重家己的性命？为什么伊一心一意每一天时时刻刻就咧经历迄咱拄仔所看到的、读到的经文遐？伊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成就就是要完成。要完成主，伊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伊啥物职事？即个职事毋是讲咱即马现主的教会做职事，敢若真大对无？职事是啥物？你敢知？职事较早喺罗马帝国因咧修战的阵，迄战船战船会落咧，手骹拢白铁咧呐。要讲战船要修战的阵，无即马无烟磷啦，无啥物核子动力，无迄种靠人，你安怎？迄要安怎讲？过即个，但是都不要讲好。摇桨啦嘿，上圣经的即个职事是即个意思是努力今日拄仔吴牧师你大堂讲。咱做义的努力，毋通做罪努力。所以呢，今日保罗伊讲伊要完成伊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所以上帝呼召伊毋是要安尼作威作福，食好穿好呢，是要叫伊去受苦。我顶摆讲潘浩华牧师咧离阵的时阵讲过一句话，讲你小心你要信主你毋知影讲上帝呼召你要来去死呢？你无死，你要怎得到性命？拄仔耶稣一定讲迄句话我俩大家会惊呢，信耶稣。我知影真侪人包括咱即马咧团契当中有一个无道者，定定来参加聚会，就无爱信。其实就无爱信有真侪原因啦。其中一个原因讲信主以后，我来十个奉献。为了这点，伊就讲我就无要紧，拖到上尾安尼奉献一概就好还佫有其他的原因真侪啦，真侪但是今日咱拄仔讲，保罗伊所领受的职事，伊知影伊安怎写伊的批示？有人写讲伊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毋是讲我是耶稣基督的职事，
摩米教会执事无伊无安尼讲，我是上耶稣基督的仆人。伊真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伊领受真做上帝的仆人，要来完成上帝呼召伊人生下半场的托付，把这福音传落还未认捌主的人，还无听到福音的人。所以呢，有一届甚至啊，伊伫一个王的面头前呢，伊安尼讲啊，伊安怎讲？伊讲啊，所以啊，阿基帕王啊，伊讲我无违背对天来的意向，我大声呢对大马色界甲耶路撒冷的人后来对犹太全地的人嘛对外邦人从啥物传道不止传道佫劝因着安怎悔改来归向上帝。佫最后一句话佫安怎？佫着用行为证明因有真正悔改。所以即句话爱佫甲咱今日即句话甲连起来。咱讲今日是要通过咱的思想，安怎来证明你嘴里讲的即个上帝恩惠福音？是安怎讲？保罗毋是甲传呢，叫人信呢。伊讲你信了安怎？你爱活出来。当然要信之前要有一个悔改，毋是讲我嘴讲悔改就悔改，心内真正悔有悔爱有改。你敢悔无改无效甚至有人信耶稣，信耶稣平安喜乐，信耶稣上帝听我的祈祷，安尼信，有一天你的祈祷无成就，安尼讲有歹信来信别个，这就是咱对信仰无完全的明白但是耶稣保罗伊只讲，伊不管向什么人，你什么所在，甲这福音就是要甲人讲出去，互人听到，劝人爱悔改来归向上帝。敢若耶稣开始传道嘛，共款，伊讲天国君啦，恁爱安怎来信福音？恁着悔改来信福音。所以呢，咱所传的福音，如果无悔改，这福音就无完全，就无正确。有当时也跳过，跳过有当时你耍一寡游戏，你跳过你就无效，你到遐就无爱去转来顶头来呢。所以你一步一步爱照步来所以呢，今日要讲的讲，你爱安怎？要来证明因有真正的悔改，你爱活出来，爱活出来。所以呢，今日第八讲证明。保罗安怎证明？伊用伊的生命活出来证明。当然，伊会讲，伊爱讲，但是敢若讲无效，你爱证明。所以呢，我较早呢，有听即个格里汉牧师讲一句话。格里汉牧师，大家拢甲伊称作是啥物？哇，真20世纪真伟大的一个报道家，对无？嘛来咱台湾过对无？敢若民国70几年的时阵，我迄阵还未认捌即个耶稣的时阵对这嘛迷迷糊糊啦后来认捌了，讲伊曾经来，我错过了，因为我80年以后才信主的无拄着迄个时阵啦但是我后来看伊的册啦，我有读到伊一句话啦。伊讲人讲你拢足够传福音的报道真侪人安尼信主。伊讲你的生命活出来比嘴里讲的较有威力。伊讲了后，我咧思想，安尼以后我做传道人，我就算搁我敖讲，如果我做的甲行的无相共，迄拢无效。毋是因为安尼，我就袂晓讲，含慢讲，实在是上帝互我干若1000两尔，无传李明服务使5000两的即马做甲即个台东专管区救助协会的主任。上帝和牧师伫这所在，今日用这个时间，甲大家兄弟姊妹，咱共同通过保罗伊所讲的一句话，咱大家来思想：你要安怎来证明你所信的这个福音，互别人会当愿意相信？
吼。所以咱今日来思想保罗，伊无以性命为念，无看做宝贝。啊你兄弟姊妹，在座当然还佫有一寡啊无信主的啦，但几乎差不多每个人拢信主啊。你想看嘛？你信主啊，几啊重啊？问题毋是问你信主几重，兄弟姊妹，咱来问咱家己，啊你有爱主无？啊你我爱主，啊你安怎爱主？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约翰，咱后来的人拢安怎甲伊讲？伊叫做爱的使徒。伊写约翰福音以外，佫写3张批信，伊伫讲即个爱，是讲了上帝听，吼。伊嘛安尼一句话讲吼，咱会当去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听咱。如果咱无去体会明白，得到领受上帝的听，咱实在是有当时啊无法度，嘛毋知影要安怎去爱上帝。但是上帝讲你爱我，你嘛爱人啊，所以是上大的诫命，吼。所以呢，今日咱来思想，今日即个经文当中，咱到底有真正信主啊无？咱拄仔讲信主的第一个关键是安怎？咱有真正悔改了吗？今日我拄仔咧小组，今日有较动拄较慢流。一个兄弟就咧讲，今日伊听了即个道理后，伊就讲啊，伊的真实的即个生活就讲啊，定定意念啊乱了啦、犯罪啦，家己就安尼懊悔啦，然后就想要顶头啦。伊讲安尼，伊的即个生活就安尼一直反反复复。伊讲哇，足痛苦，家己讲要安怎得胜啦，要安怎得胜啦。伊真心的讲出伊家己呢。兄弟姊妹，我今日无叫大家讲出来，但是咱想看觅者。咱是毋是靠主得救以后，靠主称义以后，咱有靠主往即个正圣的成圣的即个过程哦，即个方向目标来努力啊无吼。所以呢，如果咱信主哦，咱安怎来回应上帝互咱即个恩典，咱愿意来爱伊。吼，今日保罗，互咱的小可思想来效法一下吼，无定着咱有一天上帝叫你去某物所在去做某物代志，甲福音传到某物人吼。所以呢，咱知影，咱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上帝拢对咱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敢知？每个人拢无相共吼。有人讲过讲，有一个人迄个福音嘛。别人传拢无效，独通过你才法度去完成，因为上帝把这个任务交予你。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传福音叫一人信主，还是侪人信主，迄毋是讲数量，讲上帝要用什么人完成什么款的代志。问题是讲你爱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是啥物。今日我会当去杰西。因兜去探访因爸爸，如果无经过安尼安排，我雄雄去因兜，互当作是贼仔呢，强盗呢，对不对？因为安尼，我人人伫因兜咧等我，门拍开，请我入去呢，警察无请我啉茶啦吼，无要紧啦吼，有啦吼，有吼，我袂记啊，好了，我佫有个保险吼，兄弟姊妹，我都咧讲，迄是讲，在座的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不管你徛伫世界某一个角落，你活伫什么款的时代，只要你相信主、了解主，互你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你嘛还必须了解上帝犹原亲像保罗共款有任务要互你，所以后一届要去杰西。因兜去探访因爸爸，叫伊信耶稣的时阵，不止李老师，还佫有其他兄弟妹要同齐来去无？好哦，讲了足虚伪的呢。真的啊？两个人讲好。好。
好啦，今日就讲到这，两个今日要收主餐吼，好，讲完啦，好来，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实在是欢喜快乐，会当来敬拜你，实在是主你互阮美好的恩惠。阮今日不止拍开阮的喙唇，唱诗歌，学罗主你的圣尊名，也愿主你今日通过你卑微的仆人所讲的圣经的一个经文当中，来更加思想明白保罗是如何来回应主你予伊心上的美好的这个救恩，予伊的使命。愿啊，伫这个新的中国的这个旧历年、马年的南历，新的这一年当中，愿主你保守引带着阮每一天的生活脚步，不只是阮个人的需要，互阮会当来共款领受上帝你的恩惠以后，会当来领受上帝国你互阮的使命，亲像保罗一样，会当愿意为着证明上帝你这恩惠福音，会当咧得时无得时当中，会当将你福音传扬，互阮的生命活出真实的这个见证，会当来证明你的福音实在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个福音。盼望侪人会当通过兄弟姊妹会安尼生命的见证，会当引带更较侪人会当来明白你、倚靠你，成做你的儿女，成做因每个人一生当中上水的祝福。但愿主，互阮的兄弟姊妹每个人拢会当成做你手中的工课，荣光你的名，互阮这世人活着，直到迄一天会当非常的阮会当安尼来向主来回应讲这美好的竞赛，阮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阮已经走完。着守的这个信仰，阮嘛已经坚守。但愿阮在座的每一兄弟，到迄一天拢会当得到主你所为阮备办的这个公义的免流。既然每一位爱慕你的人，拢会当得到安尼的免流，这是阮对主的这个祈祷甲回应。安尼来恳求、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